你们千里迢迢，一路辛苦，请喝水。谢先生。先生，这是我的2位弟子，南宫静书、雨梦喜子。好啊，好啊。还是幼年时与先生在曲阜相见过，当时先生在向党为求助葬。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间已经20多年了。是啊，时光如箭。当初见你时，你还是个孩子，现在却已经是鲁国的大贤了。此次是为了何事来到州都呢？先生过奖了，秋离大贤之称还相差甚远。此次专程来拜见先生，是特来向先生请教的。孔丘先生客气了，何谈请教二字？秋久闻先生独创大道之学说，敬请先生赐教。好，请问孔丘先生在鲁国主要学习和从事什么呢？秋自幼学习理学，推广仁义。秋以为，如能将天之大、地之厚的精华融汇在人的内心之中，使天、地、人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那么人的力量将会变得无比强大。是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对自然万物应有一种顺应，一种默契，一种敬畏，包括大地的万物都应相融相合。对，这就是自然中的和谐。孔丘收了一些弟子，我终极传播的是一种态度，一种质朴、朴素的生活态度。我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像一颗种子，能够将这种生活态度以及生活的智慧广为传播。好啊，这世界上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绝非至高无上。我就是要告诉他们，人要有秩序，人要有信念，信仰自己的国家，这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上所需要的那种美好的生活。就好像太阳每天要从东边升起一样，就好像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自然。孔丘先生所推行的术、仁、智思想，正是我所推行大道中的德的具体表现呢。那请问先生，天、地、人应该遵循怎样的规律而行呢？为道德而已。那何谓道德呢？道者，乃天下万事万物先天之本，原始之性，即无形无相，无色无味，无情无欲，无所不备，大而不包，细而不入，不增不减，永恒长存，难以用语言表述。凡是用语言表述的，皆非道之根本。天地间的一切规律，皆含于道中。先生之言，丘感至深至奥，内含无尽的道理。但是先生所讲的道，应该如何与人世和社会相结合呢？道看似至深至奥，玄之又玄，实则至简至易。人若恪守先天之性，
不被后天的各种欲望所扰，顺应自然而行，身心自然康健。国若恪守其性，必然无为而治，天下也就少了纷争。而上德正是道的具体体现。这天下人如果都能遵道守德的话，丘还何至于推广仁义礼呢？是啊，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学说就是教人去欲还本，回归自性。失道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德。先生去哪儿了？师傅先回府了，你们随我来吧。好。请。师傅，孔丘先生来了。你们来了。先生。丘见先生站立在平台之上，有一种心无其心，行无其行，物无其物的状态。人若能融于天下自然之间，就能洞观一切事物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正所谓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同作，吾以观其复。先生才是真正的大圣人啊！哪里哪里。丘在鲁国推广仁义礼，弟子众多，人称丘为鲁国之圣贤。丘虽不图此虚名，但今日见到先生，丘觉得
要学的真的是太多了。我听说，优秀的商人最善于深藏不露，好似一无所有；圣人德才兼备，他的外形却看似愚钝。人不能有骄傲自满之心，不可有过多的欲望，这些对身体都是没有好处的。要知不足而后足。孔丘先生是鲁国大贤，却能如此谦虚，实为难得呀。饭好了。师傅，该用饭了。好，孔丘先生一路劳顿，今日就在舍下用饭吧。啊，那就有劳先生了。请，请。往死里打，狠狠的打！说不说？不说就重刑伺候！给我打，狠狠的打！好，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说呀！打！说不说？打死你！正当中国历史上两位伟大的圣人在周都洛邑进行激烈思想碰撞与融合之时，周王室内正在进行着一场为争夺世子之位水火不容、激烈而残酷的斗争。孔丘先生，请。先生，你来了。好，张忠啊，你带南宫先生和孟喜子先生在藏室四处看看，有需要的典籍，请二位先生阅览。诺，先生。请吧。先生是想看哪一方面的典籍啊？请问先生，哪些是关于理学方面的典籍呢？哦，这些，还有这些，都是。内史还有不少。哦，这藏室之内，简书真是如此之多呀！先生可以在此多住几日，尽量浏览这些典籍。谢先生。啊，先生，长虹大夫到了。哦，他人在何处？在前厅等候。啊，孔丘先生，是否愿意与我同去见一个人呢？好。请，请。长虹大夫。啊，长虹大夫。这位是鲁国圣贤孔丘先生。孔丘先生，孔丘先生乃鲁国之贤，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这位是周太岳长虹大夫。孔丘见过长虹大夫。来来来，二位，快快请坐。请。先生，里面有一书简，需要先生去确认一下。哦，
既如此，二位稍坐片刻，丽儿去就来。请。先生掌管大周之礼乐，那一定精通礼乐了。哈，先生太客气了，精通不敢讲，但本人对礼乐却是略知一二。那先生，秋有几个问题想向先生请教一下。先生太客气了。请问先生，武之备，戒之久矣，是何意呢？此乃武王伐纣，虑日久难以服众，作武乐以警民。哦，那先生，请问发倒立之早，又为何意呢？凡事无须先，无须后，适时可以。先生，请问韶乐与武乐，孰为宣制？武乐为武王之乐名，韶乐为虞舜之乐名。若以二者之论，舜是继尧之后治理天下，武王伐纣是以救万民，皆公朝日月，无分宣制。先生不仅深通周礼，又深谙周乐，实在是了不起呀！献丑，献丑！今日真是在圣人面前卖弄学问。孔子入周洛邑，在守藏室博览典藏3个月，问礼于老子，问乐于长虹。期间，在与老子的思想碰撞后，使其对道德学说有了更深的理解感悟，也使其主张的仁义礼思想得到升华。秋在这洛邑学礼3个月，蒙先生不吝赐教，使秋茅塞顿开。回去后，秋将向弟子们宣传、推广先生所指导的大道之学和道德思想，是将道德、仁义广传天下。好。短短3个月，先生的仁德智慧早已打动了我们。这不，我的弟子童心、马童，知道今日先生要走，竟不忍前来相送。富贵的人送人钱财，仁德的人送人良言。我不富不贵，就全以仁德的名号送先生几句话，作为临别时的赠言吧。多谢先生，先生请讲。
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朋类而行。多谢先生指教，学生当谨记先生之言，道不远矣啊。先生保重，丘告辞。好，后会有期。保重。去吧。去吧。此人胸怀大志，忧国忧民，勤奋好学，将来必定造福于天下苍生。先生自州都洛邑回来后，不知道为什么，已经3天没说话了。听南宫敬书说，先生与老子先生相处的日子里，一直在思索着什么。不行，我们得去问问先生。走。先生从州都回来以后，为何3日不语？发生了什么事？对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老子先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也想知道。是啊，我也想。鸟，吾知其能飞；兽，吾知其能跑；鱼，吾知其能游。飞者，可以用弓箭射下；游者，可以用渔网拢住；走者，可以用绳索套住。至于这龙马，我就不知道了。它乘风云而上青天，遨游于天地之间，难见其首尾。我这次见到老子先生，他就好像是条龙啊！如龙一般的人物啊，能让先生这般评价，真了不得。兵旗怎么还没到？启禀殿下，已派人去请宾启太傅去了。殿下，殿下，怎么样？殿下，不好了！据县人密报，智巧已经把事情全部招供了。什么？殿下息怒！坏我大事！殿下息怒！殿下息怒！这也怪不得智巧啊！那单骑手段残忍，对智巧软硬尽施。别说是智巧了，
换了谁也受不了啊！单骑一旦将智巧的口供呈与父王，我们这些人恐怕就全没命了。殿下，依我看，单骑在时还不会将此事禀报陛下。为何？殿下，你想啊，单骑是私自劫狱，将智巧劫走的，这本身已经犯了诛灭九族之罪了。他若将智巧的口供禀告陛下，岂不承认是他劫的狱？哼，陛下会相信他的话吗？有道理，有道理。不过，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呐。谁知道单骑那个老狐狸又在打什么主意？也许他会利用别的方法达到目的。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殿下，如果陛下真的知道此事，大不了我们就破釜沉舟啊！什么意思？殿下，从即日起，我们随时准备应付将发生的各种最坏的情况。若陛下真的要治我们的罪，我们就杀掉所有对我们不利的人，包括陛下。单司马，智巧的口供何时交与陛下？现在还不是时候。现在若要交出，岂不说明这劫狱之事是我所为吗？必须让陛下知道此事，否则无法扳倒姬朝一党。再等下去，恐怕会坐失良机呀。那，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呀？为了姬猛殿下能继太子之位，为了单司马，刘志愿担当劫狱的罪名。让我来将此事真相告知陛下吧。好，刘大夫为了大业，宁愿牺牲自己。我单骑和姬猛殿下是不会忘记你的。师父，在想什么呢？童心啊，你看这浩瀚的夜空，群星闪烁。忽然间想起儿时和爷爷在院子里数星星的时候。1、2、3、4、5。爷爷，天上的星星是什么？那是天上的灯。天上怎么有这么多灯？我数也数不完。是啊，天上的灯本来就是数不完的。那时候觉得星星离我们很远，而如今却感觉星星
仿佛就在眼前。因为那时你是孩子，而现在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是啊，人生短暂，一晃眼，几十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大道之学何时才能广传天下。师父，不要着急，你不是说过吗？一切要因循自然而行。大道学说到了该传的时候，自然会传遍天下的。启禀殿下，楚国使者熊奇求见。这楚国使者来我这儿做什么？让他到厅里等我。诺。熊奇见过殿下。王子殿下，在下此次前来是奉寡君之命来参加纳贡之会的。参加纳贡之会？那你到本殿下府有何事啊？在下临行前，楚王吩咐有一书简，送交殿下。好，快请坐。谢殿下。殿下，寡君已知周氏之事，有意辅佐殿下登上太子之位。寡君说有用得着楚国的地方，殿下尽管讲，寡君将尽所有力量帮助殿下，包括出兵。好，我若当上太子，一定不会亏待你们楚国的。谢殿下。小的告辞。今日朝会乃是向朝廷纳贡朝拜之日，寡人的圣旨早已传出，你们的国君呢？为何不来？禀陛下，楚君近日身体不适，故不能前来，望陛下谅解。禀陛下，我们君上的身体近来也不适，没能前来，敬请陛下谅解。陛下，晋国近来受周边诸侯国的侵扰，晋公为了安全，所以不能前来，请陛下谅解。禀陛下，我国现在是经常被邻国侵扰，我们国君为了安全，所以也没能前来，请陛下原谅。哼，鹦鹉学舌。陛下，不管他们的国君到不到，这纳贡之事还是要议的。都起来吧。谢陛下。寡人今日召你们到殿上来，是要跟你们商议一下诸侯国向朝内纳贡一事。各诸侯国
向朝廷纳贡朝拜，这是先朝定下的祖制。可是近几年，除了鲁国、蔡国、滕国，其余各国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向朝廷纳贡了。这是为何呀？你们告诉寡人，是不是你们的国君已经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了？都说说。没人说话呀？难道是连寡人都不放在眼里了，是吗？禀陛下，我们晋国几年来受周边诸侯国的侵扰，百姓连饭都吃不上了，所以请陛下谅解我们的苦衷。是啊，是啊，我们同晋国一样，请陛下谅解我们的苦衷。被邻国侵扰，百姓连饭都吃不上，是这样的吗？好，即便如此，交不上贡品，可为何不来朝中朝拜呢？这分明是借口。陛下说的极是，依臣下看，许多诸侯国都是在找借口。现在有些大的诸侯国不但自己不来朝廷纳贡朝拜，相反还要叫小国给他们纳贡，这太不公平了，这岂不违背了君臣之礼？是啊，我们不应该向大国朝拜纳贡，我们应该都到州都来纳贡朝拜，特别是我们不应该向州都纳贡，又要向大国纳贡。是啊，这对我们小国来说太不合理了。我们小国那……陛下，这几个小国在胡说八道。我楚国虽大，但从来不让他们纳贡，请陛下治他们的罪。特别是滕国，简直是胡说。治不治罪，不是你说了算的。楚国连贡都交不上来，你还不让别人说话吗？禀父王，儿臣以为，楚国使者说的在理。这小小的滕国竟然敢在朝堂之上指手画脚，成何体统？继朝。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你们说说，你们就没人说话吗？陛下，李耳有几句话想说。先生请讲。陛下，纳贡一事乃大周祖制所定，无论大小国家，都应恪守。因特殊原因，不能向朝内纳贡，也应入朝朝拜。既不向朝内纳贡，又不入朝朝拜，这样既不有违祖制。诸侯国再大，也应是大周的子民。先生所言极是，诸侯国再大，也是我大周国的子民。先生接着讲。至于小的诸侯国，更不应该向大诸侯国纳贡。长此以往，那些大的诸侯国岂不代替了朝